屬馬嘅人咧，喺呢個豬年啊，運程可以講係大吉大利嘅喎。因為咧喺佢哋出年嘅命宮裏頭咧，就有好多吉星拱照，咁啊氣勢如虹。如果佢哋能夠啊及時把握時機嘅話咧，肯定可以講啊係平步青雲嘅。咁啊，首先咧講下佢哋事業方面啦。咁啊，因為屬馬人喺佢哋嘅命宮裏頭咧，有粒紫微吉星。嗱，紫微星咧非同小可喎。因為喺古代嚟講咧，紫微星係代表咧帝王嘅吉星嚟嘅。咁有紫微呢個帝王嘅吉星照命咧，當然可以嘅，係令到任何嘅邪惡嗰啲污穢嘢咧都避之則吉嘅。咁所以紫微照命咧就可以逢凶化吉嘅。咁最緊要咧，屬馬嘅人咧一定要及時把握時機嘅。財運方面，出年咧財源廣進喎，無論正財橫財，投資物業又好，投資創業都好，都會大有收穫嘅。不過咁噃，出年咧，因為咧有粒暴敗星嘅出現，暴敗即係會突然間係成個事業咧可以係崩潰於一旦嘅。咁呢一點咧就提醒啊，屬馬嘅人，無論佢哋喺邊方面投資，都一定要適可而止。咁啊，若果係呢一個係橫財方面咧，更加要係呢一個咧係克制自己，千祈唔好咧貪勝不知輸，咁咧就係孤注一擲，咁樣好可能咧就會前功盡廢㗎啦。嗱，記住一定要適可而止啊！嗱，健康方面咁咧係屬馬嘅人咧，出年嘅健康狀況相當之係良好嘅，但係咧佢哋自己本身狀況好啫，但係咧好可惜，屋企裏頭嘅小童嘅健康同埋家居安全咧就唔係咁理想啦，一定要記住小心照顧自己屋企嘅細路哥，包括佢哋嘅健康以及佢哋家居安全喎。咁啊喺感情方面，屬馬人咧出年咧，因為啊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咁所以咧佢哋咧人緣係特別好嘅。喺感情方面，佢哋好容易咧同異性啊擦出感情嘅火花，咁啊感情生活非常之多姿多彩、甜蜜溫馨嘅。咁如果佢哋想話令到自己豬年嘅運程更加之係呢個輝煌嘅話咧，我就會建議佢哋嘅喺西南邊或者喺自己嘅台頭上高咧，係擺放財祿連連咧，作為咧係吉祥物嘅。所謂財祿連連咧，就係指啊財咧就係指匿埋喺呢個蓮葉底下嘅一隻蟾蜍咯。中國人咧認為蟾蜍咧係會運財嘅。咁啊祿就係見到咧，就係有一隻嘅係頭角崢嶸嘅非常之健壯靈活嘅紅鹿嚟咯。咁啊有係運財嘅蟾蜍，再加上有一隻嘅係頭角崢嶸出人頭地嘅鹿咧，咁當然咧有財又有祿嘅。咁叫財祿連連咧，咁原來啊係兩塊蓮葉就代表咧係連連啊，咁所以啊既有運財嘅蟾蜍，又有頭角崢嶸嘅鹿，再加上兩塊肥厚嘅蓮葉咧，咁加埋咧合成咧就係財祿連連咯。